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12月3號，這一期啊，咱們繼續聊聊恆大清盤，聊聊中國的房地產。今天啊，這個萬科啊，繼續股債雙殺啊，22萬科02跌超6%，22萬科06跌5%，21萬科04跌3%。這個我看了一下，滬市啊，萬科的股價已經馬上就到5塊了啊，跌破5塊啊，指日可待。跌到哪裡誰也說不好啊，很有可能到2塊。這個萬科的今天啊，很多人都已經看到了。自從恆大暴雷以來，這些房企啊，實際上都是風雨飄搖之中啊。雖然救樓市救了4年，但是房企的日子並沒有好起來。歸根結底啊，就是蓋的房子賣不掉，原因也比較簡單，蓋的房子賣不掉，錢沒辦法回籠，現金流断裂。而這樣的房企啊，它也是依賴高槓桿、高周轉。實際上啊，我今天看了一個視頻，有人在10年前就說萬科有危險，10年前啊，有人就唱空萬科啊。這個人是誰呢？這個人就是大名鼎鼎的啊，這個股票市場上有名的這個私募啊，林源。大家看视頻。您也去參加了不久前萬科舉行的這個股東大會。您是為什麼要去參加這個股東大會呢？是您持有萬科的股票？我持有一點，這個說話的說長了。我這個萬科啊，還是90年代初買啊，對，那時候因為它就是我記得是1塊0幾，買了一點點啊，買了一點點。然後它萬科股权分置的時候，我就是2005應該是5年，我去過見過王石一次。然後這一次我因為一直也沒去動它，就去又參加了這個會議啊。那就是說您其實是萬科這個公司的一個非常資深的投資人，或者說一個長期持有、長期看好萬科這個公司的投資人。我一直認為萬科是個好公司。最早萬科是一個做貿易的公司，然後它是投了就是荔枝公園那旁邊有塊地，建了1棟樓。他為了進入房地產，實際上那個項目是萬科是虧錢的，當時我們知道啊。就萬科它進入一個，我覺得它這個見證了中國房地產的这個發展的歷史。他也選位選的特別準。為什麼？中國這個人多地少啊，就受他的啟發，我也做過一段房地產。是啊，對，我也開發房子。對，所以這個萬科他做的非常優秀啊，這個團隊也非常優秀啊。那麼為什麼我後來始終沒有把萬科覺得她是個美女，但是不敢娶回家？這是為什麼呢？您這個比喻，他就是我們發現他一直是要錢啊，就是最近2-3年，好像2年，萬科才大比例就是分紅比例，以前都是很小气，所以這個就是我不大喜歡這樣的東西。所以他的這個投入，他的這個產出，就是股本的擴大或者萬科的成長，都是靠這個，就是加大投入來產出的。我不喜歡。我喜歡就是我投一個公司，投一個小的東西，就投着100萬就投100萬，最好是投100萬能產生無限大的這個利潤。它不是說，所以這種就是一定要舉債。一旦行情不好，我不知道哪天會發生，但是我相信這種公司的性質啊，很有可能要出事兒。所以就是當然萬科出事兒的概率我們現在也看不到，是吧？但是我始終是老是崩了一個這個尖兒，我就不去投。就是說，您從90年代初開始介入萬科開始，就一直就是關注，就一直關注，但是沒有增加你的持股比例。對，沒有，但是你也沒有賣。因为太少了，我就看看。对，這次事件是怎麼？這個是林源10年前啊，2015年或者16年吧，也就是那個時候正好是那個野蠻人吶，姚寶華是吧？姚員外啊，要這個入主萬科嘛，姚振華。因為那個時候啊，林源就說他不看好萬科，這個因為他不停的要錢，對吧？靠錢去賺錢，不停的借債，一定會出現問題。但是什麼時候出現問題他不知道，所以說你別看林源啊，他有他自己的一套邏輯啊，他這套邏輯未必是泛至四海皆準啊，但是啊，畢竟那個時候他就覺得這個房地產行業不是個好行業，這個恐怕是最早
唱空万科的。我們再看看啊，现在機構啊對樓市的一些看法。這個網傳瑞銀啊對中國房地產的一個預測，網傳的啊，大家也只是參考一下。他做了4點判斷，第一個是2026年中國房地產銷售額和銷售面積還將下降10%，2027年繼續下降5%左右，然後就到底。它指的是銷售額和銷售面積啊到底。2027年，那麼一線城市二手房房價未來2年繼續下探，26年下跌10%，27年下跌5%，這是一線城市啊二手房房價，也就是說還要下跌15%，也是認為27年就見底。那麼對租金市場呢，瑞銀認為啊租金將持續下降，預計2025年下跌4%，2026年再跌3%。也就是啊，瑞銀把咱們樓市啊26年27年的走勢那個它已經量化了，对吧？它具體跌多少，我看这膽兒不小啊，居然公然唱空咱們樓市。咱們樓市應該是止跌企穩了啊。他說26年27年還要跌，這個應該找他約談一下，希望他，對吧，收回這些預測，要校正一下。當然了，需要校正他們結論的還有摩根士丹利還有高盛這些外資投行外資機構，因為他們好像都說是2027年見底，他們就是不承認現在已經見了底，言下之意就是底下還有底啊。这個大摩的邢志強說啊，他說2026年可能是通縮力度有所緩和的一年，整體經濟增長目標會接近政府制定的5%左右，但因為還沒有完全走出通縮，名義 GDP 增速可能仍處於相對保守的區間。展望2026年、2027年，打破通縮的進程繞不開一個關鍵的問題，即如何讓房地產市場盡快止跌回穩。說香港的經驗已經證明，當按揭利率壓低到與租金回報率接近時，房地產市場止跌回穩就不遠了。現在有很多媒體報道，香港的樓市啊，已經連續5個月這個企穩了，這個我覺得啊也值得關注啊。這個路邊社報道啊，說瑞銀預測啊，到2027年將有240萬起違約，也就是按揭貸款啊，到時候棄貸斷供240萬，這什麼概念？那就意味着240萬套房子要給銀行啊，這個銀行能扛得住嗎？銀行的壞賬率能扛得住嗎？很明顯啊，經過9月份、10月份、11月，對吧？這連續3個月，這個咱們二手房房價下跌，對吧？而且似乎這個1、2線城市啊、1線城市啊都在補跌。你看這個中指研究院公布的啊，這個11月百城二手住宅，我們主要看這個北京、上海、深圳和杭州啊、廣州。這個北京是環比下跌1.44%，上海是環比下跌1.24%，廣州是環比下跌1.09%，深圳是環比下跌0.8%，杭州是環比下跌0.87%，排第1名的啊是南京，環比下跌1.83%，就是比10月份啊下跌。你看看百城啊，均價環比下跌是0.94%，你跌幅超過0.94%的，對吧？那肯定是加速啊，補跌啊。所以你看啊，北京、上海、廣州這都處於補跌的一個狀態。那麼經過9、10、11月這個樓市的一個走勢啊，這些海外機構啊紛紛是不是又開始唱空了？我們再看啊，這個12月2號，上海市網信辦發布規範網上房地產信息傳播秩序專項整治行動典型案例通報，說11月14號，上海市市委網信辦會同市房管局、市公安局、網安總隊等部門啟動規範網上房地產信息傳播秩序專項整治行動。專項行動開展以來，已指導小紅書、嗶哩嗶哩等網站平台自查清理涉唱衰樓市、歪曲解讀房產政策等違法違規和不良信息4萬餘條，處置違規房產類賬號7萬餘個，處置違規直播間1200餘個，並定期發布治理公告。你看啊，現在對這些惡意唱空的進行整治。什麼叫惡意唱空呢？你看啊，叫涉唱衰樓市、歪曲解讀房產政策。什麼叫唱衰呢？那肯定是耸人听聞，是吧？自己捏造的一些信息。那咱們啊，所有的这个咱们是根据官媒報道，要麼你就是什麼研究機構的
在網上流傳的這些研報，要麼是中指研究院的數據，要麼是統計局的數據，對吧？要麼是央行的數據。但是你歪曲解讀房產政策也不行。我只能說啊，现在房地產已經到了一個非常關鍵的時候，也就是已經經不起，對吧？這些或者叫唱空，或者叫驚嚇。但是你看啊，有網友就說了，那很多唱多的呢，說樓市還有暴漲，對吧？趕緊買房，以後就要財富自由，對吧？這房子要暴漲，還漲5倍、3倍，那這種是什麼情況呢？所以說啊，聰明的網友都知道發生什麼了，都知道現在，對吧？就情況比較微妙啊。我們再看看啊，這個萬達，今天這個第一財經日報報道啊，說萬達呀回購了一座萬達廣場，這個王老板給人的感覺是一直在賣，對吧？賣斷臂求生，賣這個萬達，怎麼還有錢回購萬達呢？說王健林賣資產的步伐停下來了，打了個問號啊。持續大手筆出售旗下資產後，萬達系首次出現了回購动作。近日，天眼查信息顯示，烟台知福萬達廣場有限公司發生工商變更，上海萬達瑞馳企業管理有限公司為全資控股股東，新華保險旗下昆華股權投資合夥企業昆源振興投資管理諮詢有限公司退出股東行列。這意味着該公司的股權在2024年被出售給新华保險旗下的公司後，再度回到了萬達的懷抱。就回購烟台知福萬達廣場股權的原因及具體情況，萬達方面暫未做出回應。近2年來，王健林的萬達系頻繁賣資產騰挪現金流，如今首次出現回購動作，是否意味着公司資金情況有所好轉？從實際情況看，還不能下此定論。在回購烟台知福萬達廣場股權同時，萬達旗下還有其他公司在同步出售。實際上這很簡單啊，我個人分析啊，很有可能當初啊把這個知福萬達廣場出售給這個新華保險的時候，它有一些回購條款，就是說你1年業績達不到，對吧？或者是它有一些条款呢限定了，如果達不到，那你就得还得回购回去。這個回購未必是給錢啊，恐怕又是這個你想資產嘛，就在賬上挪來挪去啊。萬達不可能有那麼多現金啊，付來付去的，無非這個萬達你又欠這個保險一筆錢，你本來啊這個廣場就是為了頂賬的，頂給這個新華保險，現在把你頂賬的退回去了，不就這麼個事嗎？對，那你還找其他的資產給我，或者要麼你還是欠着我錢，你這個資產啊很有可能沒有你說的那麼好。我覺得這個解釋比較合理啊，因為現在線下商場沒有哪一家能過得下去的，對吧？你看那个中粮下面的大悅城年年虧損呢，因為它是上市公司，它要公布財報的嘛，你能看到萬達跟大悅城是一樣的，對吧？都是商業綜合體，都是地標建築，不就是商場嗎？所以這些保險機構啊，他們拿到這個商場的控股權之後，一看這商場表面上看經營還行，實際上一算賬又是賠錢，那你說他拿這玩意還往裡賠錢的幹啥呢？大家能理解這意思嗎？就當初把這個煙台知福萬達給這個保險公司的時候，保險公司是算它的現金流，他每年能回來多少錢，能盈利啊，正常運營啊，能盈利幾百萬或者幾千萬來還這個他的這個借款，等到借款還的差不多了，他就把萬達廣場再回購給這個王老板，或者是處置給別人。至少啊，萬達廣場的這個每年的利潤能夠覆蓋他資金的那個成本，對吧？任何資金都是有成本的嘛。如果這個萬達廣場它每年的利潤年化能達到4%、5%，那就可以了。那這筆買賣新華保險就解套了。你看資產在這兒，完了每年還產生這麼多現金流，能覆蓋它的這個資金成本。我分析啊，很有可能是在手上耍了1年之後發現不行，不僅不賺錢，恐怕還要賠錢，那你趕緊拿走吧。這是我個人推測啊，也就是說啊，王老板他的境遇沒有改變。你想想，萬科這樣國資背景，對吧？深圳國資委力挺的企業，借了200多億給他都扛不住，萬達憑王老板自己單打獨鬥都哪那麼容易啊？我們再看啊，這個租房市場，這也是中指研究院呢公布的啊，住房租賃市場，大家不老是說嘛，你租金穩住了，對吧？租售比合適了，那房價就穩住了。根據中指研究院2025年全國租客問卷調查顯示啊，他說租客所在城市方面，過半受訪租客分布在1、2線核心城市，其中1線城市租客占比24%，也就是4分之一的租客都在1線城市。高能級城市經濟發達，
就业機會豐富，吸引了大量人口流入，租賃市場活躍度較高。年齡分布方面，近90%受訪租客年齡在20到39歲之間，其中25到34歲租客占比59%，也就是年輕人租房還是比較多的啊，接近60%。青年人群體處於事業發展初期，購房能力有限，租房成為其解決居住問題的重要方式。租客的學歷分布方面啊，84%的受訪租客學歷為本科或大專，碩士及以上學歷占比6.5%。租客群體受教育程度普遍較高，這個也比較好理解啊，因為這個本科和大專的還是年輕嘛，年輕人多。等你到博士了，那都30多小40了，估計得買房了。收入水平与變化方面，42%的受訪租客月收入5000到1萬元之間。關於租客近1年收入變化，52%的受訪租客表示收入不變，27%的租客收入有所上漲，21%的租客收入下降。租客的租金支付能力进一步分化，这个让我想起了那个央视啊，在高鐵上面採訪，對吧？你有沒有買到火車票？你問那些租客收入怎麼樣？只要他有穩定的居住的啊，租的，那他肯定收入基本穩定。我們看看這個北京的樓市啊，這個網上有一個自媒體文章啊，叫章子怡的一地產，他說啊，今年樓市最狠的賣家出現在北京啊，最狠的賣家，我們看看它狠到什麼程度。說上一周啊，海淀橡樹灣4期成交了一套99平的兩居，成交價只有805萬，也就是8萬一平米唄，很快成了地產圈的熱點。這個橡樹灣一向是海淀清河的改善標杆，那海淀的房子還是要貴一點啊，那海淀學區房多嘛，新房沒開售前，不管是生活商業配套還是學區，在清河都是數一數二的，自然價格也穩定在10多萬，最高曾到過16萬一平，805萬的價格，均價8萬，可以說很低了。但這件事的重點不是價格，而是這個業主說7月份剛剛上車這套海淀清河橡樹灣，也就是這個業主是7月份才買的，合着11月份就賣，短短5個月啊。但是當時上車價975萬，說4個月時間房子跌了170萬，他這房子不滿2年，對不對？你7月份買的嘛，所以說啊，業主需要全額承擔增值稅，算下來該套房子降幅已超過20%。這套房子的成交週期只有57天，也就是在入手2個月後，他已決定要賣房。說這個作者說啊，問了這個業主賣房的原因，結果回答非常乾脆，叫及時止損。說現在賣更賣不上價，持有2個月就果斷離場。這件事情很快引起了熱議，關鍵2個月你看他虧損就20%啊，這個比炒股票還刺激啊，關鍵他錢多啊，對吧？800-900萬，這本金大呀。有人說這是2025年最狠的賣家，但是反過來一說啊，那是不是說明明是最聰明的買家呢，對吧？晚買2個月就便宜了20%。7月份的清河旁邊的什麼海燕和真雲剛剛開盤結束，新盤的衝擊下，橡樹灣價格已經有了浮動，誰都沒想到接下來的3個月價格會像瀑布一樣直接傾瀉。橡樹灣1期的一套兩居室10月初成交，總價還在808萬，11月最新成交價就已經降到了710萬，1個月時間直接蒸發100萬。你即便在北京啊，你即便是高薪，100萬也不是個小數字啊，你靠你掙工資的吧，你就是3萬1個月，你不吃不喝啊，也得攒3年呢，這1個月就給你幹沒了。咱們剛才看那個中指研究院公布的，對吧？11月份北京二手房下跌環比啊1.幾%，這個你看能對應上。截至目前，橡樹灣11月份共成交了26套房源，這也是橡樹灣今年成交最多的月份。旁邊還有一個小區啊，叫善林溪，也是清河的頂流小區，同樣的139戶型，總價大約相差200-300萬。去年橡樹灣和善林溪都是抗跌屬性中佼佼者，也就是去年啊，別的樓盤跌，這2個小區還沒怎麼跌，能扛得住。那也就是說扛了1年2年了，今年才跌，這不就是補跌嗎？跌幅這麼大，也就是扛不住了。截至今年年初，跌幅控制在15%以內，現在沒有例外了，也就是說都是在泥沙俱下啊，管你是高檔小區還是低檔小區都得跌。說1個月前
前中介介紹幅度就是降幅啊，還是以月度為單位，現在情況更誇張了，幾乎是一天一個價。被譽為海淀最強學區的善地標杆善地東里，在貝殼上掛牌價幾乎都是必看好房，但是啊，全部是降價，14天內降價200萬，3天前降價102萬，7天前降價130万，都是這種降幅啊，確實牛馬不容易啊。房子一個月蒸發100萬，業主一刀砍掉200萬，降幅最低都在17%。說要是現在和別人聊房價低於30%的跌幅，似乎都不好意思了。關鍵是房產中介說啊，現在的業主都有一種感覺，今天不賣，明天可能還要虧20萬。現在成交的都是斷崖式降價的，也就是看誰降得狠。為什麼呢？就是买家很少，好不容易来個買家，你必須降到他的滿意为止，你不降別人降，也就是没有成交唄，沒有買家，大家都在觀望。說黑色10月成交驟降，11月更沒法評價。說貝殼 APP 上房源成交記錄已經是有選擇的披露，就連中介想查也要費一番功夫。他說現在只允許他們查詢自己所在本區的成交，如果想查外區成交，只能托關係問那邊的同事。所謂的本區和外區，不是說海淀和朝陽、海淀和豐台，而是海淀區裡面的善地和清河。你在善地，你想了解清河的房價，你得托人，仿佛這樣，對吧？把成交價給隱藏起来，房價就能穩住。但是中指研究院公布的數字明明告訴大家，是不是在加速下跌啊？一線城市出現補跌。那這個自媒體的文章介紹這個海淀區清河善地的房價，你看跌得多慘，一個月100多萬，你說哪個牛馬哪個韭菜扛得住啊？當然了，這個很有可能是炒房的啊。這個我又想起了馬官遠去年11月份說的，对吧？去年924新政以後啊，他說啊，這個一線城市房價應該是穩住了，現在看2線城市，你看現在1年以後啊，這房價不僅沒有穩住，對吧？還出現了一個加速。這是7月份買的，11月份賣就賠200萬。那你說去年買的呢？所以有很多人說啊，北京的房價已經跌到了2015年，也就10年前了。意味着什麼？意味着10年前你買的房，現在差不多沒賠。現在看一看吧，能不能跌到2008年次貸危機的時候，跌到那個時候看看能不能穩得住。有很多人都有印象吧？次貸危機的時候，實際上咱們的房價是有影響的啊，或者大家自己可以去再翻一翻過去的那個2008年的這個報道，我的印象非常深刻。那時候深圳啊出現很多斷供的，好多人房子不要了。2008年啊，深圳的房價好像就6000、7000這樣的價格啊，貴的8000一平米，好多人不要了，就因為把首付跌掉了。現在我看深圳這個平均房價得5、6萬吧，6萬。我們再看深圳的二手房啊，這是財聯社12月1日電，據深圳市房地產中介協會12月1日統計數據，2025年11月二手房共錄得5762套，環比增長3.9%，同比下跌34%，也就是比10月份啊，二手房是增長了4%，但是比去年11月下跌34%，降了1/3還是多。從月度走勢來看，自2025年2月錄得低點後，市場成交量已連續9個月維持在5000套以上。這個按照深房中協說法啊，表明深圳二手房市場已逐步走出最低谷，交易量進入企穩階段，成交量的持續穩定有助於緩和市場情緒，為後續房價預期穩定提供支撐。這個房地產行業啊，有一個特點，就是成交量呢是看新房，成交價看二手房，这個有一定的道理啊。為什麼呢？你成交量不能以二手房為參考，因為二手房的成交量裡面非常複雜，有的是為了倒貸款的，它不是真買，對吧？我把我房子倒給你，然後貸款上面做點手腳，目的是為了倒貸款，它不像那個新房，對吧？開發商賣給你，那就是賣給你了。深圳的二手房價格11月份也下跌了，對吧？環比下跌1.幾%，也是很厲害啊。經濟廣場報報道啊，這個地表最強地級市蘇州啊，說蘇州今日有2宗宅地出讓，最終均底價成交，總成交金額11.49億元，其中1宗由蘇州新高城市發展有限公司以底價7.89億元競得，另一宗由蘇州高新產業新城建設發展有限公司3.6億元競得。你看啊，這個反正都是國企嘛，城市發展有限公司嘛，一個是蘇州新高，一個是蘇州高新，說明什麼？說明作為地表最強市地級市啊，土地也賣不動，底價成交什麼意思啊？就沒有一個去競爭的，你一舉牌就是你的。它這個樓面價1萬塊，那麼按理
來說啊，他這個2萬塊錢1平米賣，他都能賺钱，真賺不少钱。所以他这個房子啊，如果說到时候賣1萬51平米，應該也有利潤。畢竟建築成本沒多少啊，底價成交啊，那就說明沒人去拍啊。而且這個國企拿了地，他不一定開發。所以無論是北京還是深圳還是蘇州，對吧？你看看現在形勢都是不容樂觀吶，稍有不慎，1個月100萬就沒了。你想想買90平米的房子的，不是什麼大富大貴之人啊，買100平米的房子都是剛需，對吧？都是牛馬韭菜。这個在海淀清河那邊山地那邊的都是碼農嘛，1個月給你嘎掉100萬，受得了嗎？所以要慎重啊。好，這期節目啊，咱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